在 China Me 学汉语真有趣耶！真的吗？带我去看看，多有趣呢！大熊，这是苹果和香蕉。好的，老师。我拿到了星星，你们拿到了什么呢？老师，我把我的面包给你。谢谢你，哆啦 A 梦。你们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唱歌，我喜欢跳舞，我喜欢和机器人玩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慢慢写啊，哆啦 A 梦。启示：讲法，推掌试着从右肩悬臂向。来，大家按照图来弄，好吧44，10是10，14是14，40是40。谢谢大家。老师，我会。老师，我。还可以学习日常用语，还可以参加汉语模仿、表演和演讲比赛，最后考试 HSK 拿证书。如果你们也想流畅说汉语，就来 China Me 一起学习吧。